今日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叫做Tiny 微影嘅 KMB 63號派街版招電版咁樣。係啦，招電版咧都係咁啊，因為個盒又唔見咗啦，一堆嘢已經唔見咗啦。咁啊睇翻個路線啦，路線914去長沙灣海麗村，跟住呢車牌又係 UD1350，有車底編號嘅，係啦，咁啊都係啡色啦，金巴啦，第一架，咁啊亦都係冇咩噶啦，冇咩咧，係冇嗰個咁嘅車底編號，冇嗰個玻璃梯啊，佢得直梯啊，直梯好明顯用直梯。咁我攞翻用玻璃梯嚟做對比真係紅蛋，等我一陣。咁啊攞翻118號啦，咁啊做對比啦。你會覺得咧，呢兩架係唔同噶啦，呢兩架一個就係紅色啦，一個就係淺色啲嘅咯，係咯。一個又係紅蛋，一個又有玻璃梯，一個又有直梯咁樣，係咯。呢有玻璃梯又有直梯，因為呢兩架都係咩啦？一個係04咁樣，一樣係啦，都係唔一樣。因為攞翻11.3米啊，咁啊打過一層啦，11.3米攞翻先。咁啊攞翻一架啦，做對比，嗱你會覺得真係好唔同啊！先睇一睇先嗱，你會見到咧，呢個係長啲啦，佢一個車底上面係高啲啦，係啦，高啲。咁啊呢個係短啲啦，細好多啊！咁佢係呢個係12米，呢個係11.3米，係啦。一個又有呢個，一個又冇呢個啦。咁啊又有一個車底編號啦，跟住又有 KMB， 佢呢個係唔同嘅，佢個肥仔啲，係呢個瘦仔嘅，如果咧呢個係瘦仔。咁咧車身都係唔同啦，車身都印上係啦，都係直梯啦，冇一個係玻璃梯，有9個都係冇一個係玻璃梯。今日介紹就到呢度啦，咁啊攞翻益嚟做對比啊。所以今日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咧俾個 like我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